嚟啦喂，開始啦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道聽途書，我係阿姐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本超實用嘅書《快思慢想》。呢本書係心理學大師 Daniel Kahneman 嘅代表作，話你知點解我哋成日做錯決定，又點樣可以改善？想知你腦袋點樣呃你？咁就記得聽到尾啦。《快思慢想》嘅作者 Daniel Kahneman，佢係一位知名嘅心理學家，2022年拎咗諾貝爾經濟學獎。因為佢嘅行為經濟學研究改變咗我哋對決策嘅理解。呢本書唔係枯燥理論，而係用咗好多實驗同埋故事，講我哋腦袋係點樣運作，探討點解我哋成日相信直覺，結果都係會出事。讀完呢本書之後，你會發現原來自己好多決定都係俾腦袋呃咗。一齊學下點樣避開思考陷阱啦。書入邊最經典嘅概念就係兩個思考系統。第一個系統快思，即係自動運作、快速同埋直覺反應。好似你喺街市買餸，見到個橙，你就會即刻知道佢係咪新鮮嘅；或者你搭地鐵嗰陣，唔使諗，你都會知道點樣行去月台。快思嘅特質就係直覺、情緒化，但好容易會跳結論，容易出錯。而第二個系統係慢想，需要集中，要用腦思考，慢慢分析，好似解數學題或者計劃預算，都需要專注同埋邏輯性。而系統一快思，我哋係用得最多嘅，好似你見到蛇就會即刻揾地方閃避，或者你見到1+1就會知係等於2，呢啲係唔使諗，係自動嘅反應。生活中大部分我哋都係靠快思，所以我哋好多決定都係基於偏見。而系統二慢想就係要我哋集中精神先可以做到，好似你計算複雜嘅數學，分析一啲問題，或者諗下轉唔轉工，呢啲都需要用腦去分析，唔可以求其。作者用咗好多實驗證明我哋腦袋有好多偏差。第一個係可用性偏差，你近排覺得飛機失事好常見，就係因為新聞播得多，但其實發生車禍交通意外嘅機率比飛機失事高好多。第二個係錨定效應，好似你去 shopping 見到原價1000蚊嘅產品依家減到500蚊，你就會覺得好抵，但其實你只係受咗第一個價錢嘅影響，真實未必係真係抵。第三個係損失厭惡，輸100蚊嘅痛遠遠超過於贏100蚊嘅開心，所以我哋寧願守住現有都唔敢冒險。呢啲偏差解釋咗點解我哋投資時見到股價升嘅時候就會怕錯過，急住高追，或者買保險嘅時候就會因為怕大病，情願俾多個錢買個安心。書入邊有個大嘅發現就係前景理論，係作者攞諾貝爾獎嘅核心。傳統經濟學話人會好理性咁選擇最大嘅利益。但作者證明唔係，人嘅決策係好受參考點嘅影響，例如你心目中覺得合理嘅價錢或者預期。譬如贏錢時我哋會保守，會怕輸，但輸錢嘅時候我哋就會冒險想翻本。呢個叫做損失厭惡，輸錢嘅痛比贏錢嘅開心足足大成2倍。又例如買彩票點解咁吸引？因為我哋會高估小機率贏大獎嘅可能性，覺得萬一中咗呢？同樣賣樓時你會死守個價，因為你好怕賣低咗，損失嘅感覺太痛。呢啲都解釋咗點解我哋嘅決定好多時都係唔理性。另一個有趣嘅概念係 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。你見到啲咩就會覺得全部都係咁，好似井底之蛙咁，只會相信眼前嘅資訊，腦袋忽略未知嘅風險，導致過度自信。例如你連贏咗2場波之後，就會覺得自己係高手，但你就會忽略咗運氣同埋其他因素嘅影響。同樣，好多 CEO 見到公司頭幾季賺大錢，就以為未來一定順風順水，自信爆棚之下，完全忽略市場嘅變化，導致作出錯誤嘅商業決定，結果令公司蝕大錢。呢個理論提醒我哋唔好淨係相信眼前嘅嘢，要多啲問有冇忽略其他可能性嘅因素。最後，書本亦都教我哋點樣做更好嘅決策同提升幸福感。決策方面，面對大事，我哋要用系統2慢想，檢查直覺，多啲問有冇其他可能性。講到幸福，作者分體驗自我當下嘅感覺同埋回憶自我事後嘅回味。佢提到中鋒定律 Peak and Rule， 話我哋記得嘅幸福係由高光時刻同結尾決定。譬如假期最後一刻開唔開心，會影響整體嘅回憶。又例如你同朋友食飯，中間可能有啲悶啦，但如果結果大家都係笑到擦地，或者有個超級開心嘅 moment， 事後你都會覺得成餐飯好正。
所以想幸福感多啲，不妨設計一個好嘅結尾，令成件事有個美好嘅回憶。總結，快思慢想教我哋腦袋有快慢兩個系統，系統一快，但易中偏見陷阱；系統二慢，但幫你理性分析。書中提到認知偏差同埋前景理論，解釋點解我哋會高估風險或者怕輸多過愛贏。讀完快思慢想之後，我學會喺大事之前停一停，用慢想檢查直覺。例如買嘢之前會問下自己係咪真係抵㗎，或者投資之前睇多啲數據，確保呢個係理性嘅決定，減少後悔。唔係要你完全靠邏輯，而係學會平衡快思同埋慢想，避開腦袋嘅陷阱。如果你成日後悔做錯決定，又或者想了解人性嘅秘密，強烈推介你睇呢本書啊！最後想問大家，你最近有冇一個衝動嘅決定？試下慢想再諗一次，結果會唔會唔同啊？到咗評分環節嘅時間啦。書本有好多心理學同經濟學原理，部分章節會偏學術性，全書比較長。如果平時少睇心理學類型嘅書，讀落可能會覺得有啲抽象，所以易讀程度我會俾3粒星。但書本都講到好多思考陷阱同埋抉擇例子，喺生活、職場、投資上邊都用得着，所以實用程度我會俾4粒星。綜合圖書度我會俾4粒星。阿姐4星誠意推介快思慢想。今次分享到呢度啦，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加入道聽途說說書會，一齊睇更多好書分享。依家除咗 YouTube 頻道可以睇到影片分享外，大家仲可以喺 YouTube Music、Spotify 同 Apple 上邊聽到道聽途說嘅 Podcast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分享，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撳埋鐘仔啊！Stay tuned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